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小内阁改组，有6个局处的首长有变动。这一届改组有3个新的女局长，也那发言的团队照拢是1990年代之前的。台北市府讲，希望这届改组会当展现市府新的气象，强化市政的执行力。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2年多，16宣布小内阁改组，有6局处的首长出现异动，包含劳动局长高本华卸任，由管团局长王秋东接任。另外，现任33岁媒体人吴翔来接任管团局长，交接北市府上少年的局处首长。现任体育局长王宏翔转任参事，由德平接任，交接北市府头一位女性体育局长。周继熙接任青年局长，吴文德接任科委会主委，因为对青年局调任研科会主委。 前记者魏文川担任副发言人。市府团队都应该要更年轻化，也应该有更多女性的声音来加入被听见，让整个团队是更有活力以及更有开创性的。所以其实没有所谓大家在讲的蒋家军，只有台北队。 即摆蒋万安小内阁改组，有3位女性接下局长担任，发言团队全数由8年级生来担任。北市府讲展现市府新气象，强化市政执行力。 这一次观传局局长余翔过去在媒体业累积了丰厚的资历，但年纪还是非常年轻，让台北市的观传局的政策、观光政策能更有创新、突破框架的思考。 国民党江委员认为讲，团队少年化、女性阁员比例大幅提升，不过民进党改书批评、改组名单一点条理拢无。责任管团局长媒体人吴翔，过去无相关产业背景，也若世总5月要订电话，体育局长只是临时换人，实在真无好。 这个世大运举办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体育局的局长，局长居然也被换掉哦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前任的王局长在大巨蛋的事件上面都与市府不同调？对民意代表这期王宏翔伫大巨蛋案件，甲市府态度无共款，才有换掉。台北市府澄清，王宏翔完成该大型任务，交予尤德平，过去甲地方合作密切，对着推动运动发展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